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讲台中。除了国家歌剧院之外，打来阁要加一座世界级的地标，这座就是台中立美图。由日本2位得过奖的建筑师，甲台湾的建筑师联手来设计，甲这个美术馆甲图书馆合作一体，早起正式来开工。这个创新的美术馆与图书馆的复合建筑群，设计以8个建筑量体空间。 结合美术馆甲图书馆的台中立美图，建筑内部相通，各种大小电影厅、阅览室，外面有规大片的绿地，打造出公园中的美术馆，占地是2.6公顷，是台中另外一座世界级的地标，下早正式开工。那这项这个绿美图呢，它是全台湾最大的双馆共构，也就是图书馆跟美术馆。 出资32亿的建筑师是2010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得主，日本籍的梅岛和士甲西泽立卫，以及台湾建筑师刘培新3人联手跨国打造。こういうミュージアムとライブラリーが合わさったっていうのは、私たちだけではなくて、世界にもそういうものはないと思う。 这座相关强固的建筑对规划到招标是经过3届市场，前后总共6档，即马总算动工啊！结合美术馆甲图书馆的功能，预计伫这民国111年底完工，114年开馆营运。